大家好，我係 Jackie，我係 Sunny。喺上幾段片呢，我哋提到律政處同警務處有公職人員犯下妨礙司法公正、恐嚇原訴人嘅罪行。咁喺上個月，我哋一齊返到加拿大，喺中國駐加拿大總領事館前面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開呢班犯法人士嘅罪行，並要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嚴正執法，去追究呢班犯法人士嘅罪行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曾經聲稱中國是法治國家，我們希望國家主席能夠嚴正執法。同時，我們來到加拿大，不知世界香港發生什麼事情。在香港任何人犯法，始終不能逃避法律制裁。香港警務處及香港律政處嘅員工涉及刑事犯法行為，包括恐嚇原訴人及妨礙司法公正罪行。香港報章及電視台拒絕報導有關事件。香港特首李家超時常聲稱香港係法治城市，所以我們向李家超舉報有關嘅事件，但李家超漠視有關嘅事件，所以我哋向中國政府舉報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常常聲稱中國係法治國家，我們希望國家主席能夠嚴正執法。同時，我們嚟到加拿大，告知世界香港發生乜嘢事情。喺香港，任何人犯法，始終不能逃避法律制裁。並且我哋去到加拿大各地，將呢班犯法人士嘅罪行公諸於世。佢哋呢班犯法人士嘅犯法行為，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佢哋犯法行為嘅擋箭牌，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蒙羞，亦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香港嘅聲譽受到極之嚴重嘅損害。現在我哋返到嚟香港，而呢班犯法嘅人士變本加厲、肆無忌憚喺度玩弄香港嘅法律制度，等於玩弄中央人民政府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唔會包庇呢班犯罪人士嘅犯法行為。就算呢班犯罪人士退咗休之後，亦會被追究刑事嘅罪行。佢哋嘅行為即係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嘅存在。今後我哋會繼續向中央人民政府舉報呢班犯法人士嘅犯法行為，並要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
將呢班犯法嘅人士繩之於法，以彰顯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嘅管治權威。多謝各位。多謝各位。